贱人，竟敢与人通奸！今日我便休了你！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江明燕休妻时。上一世，我付出一切，抚养儿子江明燕成才，缠绵病榻之际，却得知。娘，该吃药了。明燕，我可是你娘啊！蠢货，连自己当初生的是儿是女都不知道，明燕与你没有半分关系。没错，我的亲娘是薛氏，此刻正和我爹在一起，为我和娇娇准备婚礼呢。而你的亲生女儿是林心月那个蠢蛋，早在你赶她出侯府的时候，便投湖自尽了。我的儿媳心月，竟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不对，你与心月是同父异母的兄妹，你们怎能成亲？这个秘密就连爹也不知道。我与爹并无血缘。时辰到，该上路了。江明燕，我苦心养育你18年，竟是个野种，还害死我亲生女儿，我绝不会放过你！着火了！放开我！要死一起死！王母，我没有通奸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心月，我的女儿。还敢跟娘狡辩！今日若不是我发现你的奸情，我还未知你会给我戴多少绿帽。我没有。心月是被陷害的，上一世我信了江明燕的话，将心月休出了侯府。她为了自证清白，跳河自尽。这一世我不能让悲剧重演，我要保护好我的女儿。娘，林心月这个贱妇不守妇道，今日你要为孩儿做主，即刻休了她！给我闭嘴！娘，与人通奸的是林心月，她的贴身丫鬟秋菊为证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可是你的亲儿子啊！狗屁亲儿子，一个野种！你不分青红皂白，难道不该打吗？心月是我定远侯府的世子妃，事关她的清白和整个侯府的名声，必须严惩。来人，把秋菊带上来。夫人，是你指认世子妃与人通奸，你可有证据？若是拿不出来，夫人，奴婢不敢诬告，奴婢亲眼所见，世子妃给人写情诗，便偷偷藏了一份。不是的，夫君，我没有，不是我写的。这贱妇，这分明是你的笔记，还敢狡辩！娘，证据确凿，应该即刻将他带去陈塘。皇母，我真的
的不知道那封情书是怎么回事，我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侯府和世子的事儿。事到如今，新月只能以死证清白。启文，去拿纸笔来。是。婆母。这是什么字？这个字读情啊，对对对，就是情字。这是丑字，连字都不认识，就能发现世子妃给别人写情诗？是谁让你勾结世子妃？还不如实招来！看来还是个硬骨头，不说也行，拖出去，把这个贱婢乱棍打死！是。世子爷，奴婢都是按照您吩咐做的，救命啊！世子爷，救命啊！带下去！世子爷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世子爷！江明艳，居然是你！我平日是如何教导你的，竟敢唆使下人构陷自己的发妻！我从来都不喜欢林心月。一开始喜欢的就是娇娇表妹，今日你要么让我休了这个贱人，娶娇娇表妹，要么就打死我！小野种，这可是你自己要求的。好啊，养不教，母之过。来人，把家法拿来。家法？让你与人厮混，不好好读书。今天我就要用家法，看你还敢不敢？敢不敢？敢不敢？这么多年了，还是这一套。算了，就让你随便打打吧。打完了，就该同意我娶娇娇了。夫人，家法来了。我去！娘，你拿这个是要把我打死吧？今日我就打死你这孽障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，扛不住了！这是你自找的！住手！爹，救我！哎呀，明艳，表嫂，你就算是生气，你也不能打孩子呀！明艳可是你和表哥唯一的儿子，你看看，把人都打成什么样了！江剑南，原来你一直把你的姘头养在我的眼皮子底下。上一世，血眼丧夫守寡，你让我接他入府，处处关照，你二人却当着我面暗送秋波，背着我床榻厮混。你们这对狗男女如此欺凌于我，还用江明艳这个野种换作我的亲生女儿，这一世我要你们一起死！宋征，你还不把东西放下？你真要打死明艳啊！侯爷，明艳为了娶柳娇娇，竟然构陷心愿与人私通。那柳娇娇可是罪臣之女，关忌之身，传出去，我们侯府的脸面往哪儿放？正因为明艳是我亲儿子，我才要好好教训他。堂堂侯府世子，如此荒唐，以后怎么继承侯府？你这，那你也不能把人往死里打呀！是啊，不狠狠打一顿，还如何找教训？孽子，看棒！不可！表嫂不要！侯爷，表妹，今天你们谁也别拦我！明艳，侯爷，
从今日起，我要对江明燕严加管教，助他早日成才。还不把世子带下去疗伤啊！江建武、江明燕，等着吧，你们的厄运才刚开始。今日若非婆母主持公道，新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新月，多谢婆母。来，快起来！上一世，新月跳湖身亡，我事后懊悔不已。这一世，总算阻止悲剧发生。新月，其实我是你的……不行，江建南父子心狠手辣，新月有胆小怯弱，现在说出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危险。等我收拾了那几个贱人，再与他相认。夫人，夫人，该喝药了。这么烫，是想烫死我吗？老奴这就拿去晾凉，再送来。放在这儿，我一会儿自己喝。退下吧。夫人还在生世子的气啊，火气竟然这么大。是。新月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是让人丧命的毒药，连续服用半年便会毒发身亡。什么？方嬷嬷竟如此大胆，我这就去禀告公爹去。等等，你心性纯善，又胆小怕事，我本不想告诉你府中这些阿杂事，但现在也该给你提个醒了。来，坐。婆母，您的意思是想害您的另有其人？没错，正是你公爹和你的夫君。他们父子早就想要我这条命了。什么？这……嬷嬷，帮你杀了夫君和公爹。他们如此狠毒，我又怎能眼睁睁看着婆母被害死？新月是孤儿，若非婆母收留，又教我识字、经商，做您儿媳，我早就饿死在路边了。今日婆母又替新月解围，此等大恩大德，新月无以为报，只能……你这个软包子，竟有如此热性的时候。这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不用你做这些事，他们父子不仁不义，我自然不会留情。只是在这之前，要先将整个定远侯府拿在手中。婆母，您的意思是？你若能怀上定远侯府唯一的嫡孙江建南父子，再意外暴毙，这偌大的定远侯府，你说应该归谁？可我与江明燕成婚2年，他从不曾碰过我，我是如何才能怀上子嗣？我怎么会让你怀那个人渣的孩子？幸好江明燕没有碰过我女儿，否则我定要将她大卸8块。只要找上10个8个俊美郎君，你们日日欢好，等怀上子嗣后，再谎称是江明燕的，不就成了？啊！明燕，听说你娘打你了，怎么把你打成这样？娇娇，我没事儿。我知道，都是因为我，你才遭这样的罪。娇娇，只要能娶你进门，挨这一顿打不算什么的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身为世子，光天化日跟官妓厮混，成何体统啊你！姨母，好了，
娇娇也是听说了明艳受伤，才特意来看她的。娇娇，你先回去吧，你和明艳的事儿，姨母会帮你想办法。你瞒明艳做什么？又不是明艳的错，都怪宋征，对我们儿子下手这么狠。他以后要继承侯府，现在为了个女人闹成这样，他如何成大事？表哥，你说宋征怎么就突然变了性子了？他是不是发现明艳不是他儿子了？哎呀，不可能！当初咱们做的这么隐秘，这段时间你乖乖听宋征的话，别让他生气。等把他手里的私产弄到手，再将他跟林心月一并除掉。知道了，爹。娘，你这是干嘛？带世子去练功。啊！娘，娘！腰立直，抬高点，蹲下，不许晃。爹，表姑，救我！宋征，表嫂，明艳伤势未愈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爹，表姑，好疼啊！当今陛下文韬武略，明艳想入朝为官，得陛下赏识，不仅要文采出众，更要精通武学。武考在即，我必须对她勤加操练。明艳已经够优秀了，你何须这样折腾她呢？明艳，姑母带你歇歇啊！表嫂你说她优秀？她整日流连烟花之地，不务正业，她这样如何参加武考？表哥。明艳平时确实疏于管教，想通过武考没那么简单。夫人说的对，玉不琢不成器，是该好好管教一下明艳了。表哥，爹，还是侯爷深明大义，不像表妹，不是自己的孩子，怎么会懂得我们做父母的为孩子筹谋的一番苦心？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啊！你胡说！我看你就是在找借口虐打明艳。就是够了。自古以来，慈母多败儿。夫人说的对，那就请侯爷和表妹退到一旁吧。表姑，明艳，我们继续。蹲好。你们换走我的女儿，让她险些冻死路边，却让江明艳享受荣华富贵、世子之尊。这些我会让你们一点点还回来。他怎么又打你？侯爷竟然不管。武考在即，我爹也希望我过了武试。娇娇，你再等等，等我过了武试这关，我就娶你进门。来不及了，教坊的嬷嬷已经催我接客，我怕是等不到你了。这是什么？我说过，要为你保留清白之身，我不愿接客。嬷嬷她就打我。什么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回去告诉娘，纳你为妾。还惦记着柳娇娇，你尚未考取功名，便如此沉迷女色，何时才能光耀门楣？你对得起江家列祖列宗吗？娘，我若不把娇娇娶回家，她就要被逼着接客了。我是为了保住她的清白。一个青楼女子能有什么清白？我看你不仅好色，还没脑子，简直欠打！娘，
别打，别打！滚！夫人，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。去把新月叫来。是。如何？婆母，这会不会太……还不过来伺候？婆母不用。力道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这里怎么样啊？不行，婆母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都来看一看啦！谁强力壮，能攻能打，只要10两银子。你说你，给你找了男人都看不上，何时才能还上？婆母，对不起，我……算了，刚才那些确实太过风流，回头啊，给你找个干净精壮的。啊？你看，这个如何？婆母，这太……是这个。瞧你那样，老板，哎，这个奴隶我们要了。好的，夫人。哎，谢谢夫人。夫人慢走啊。老板，哎，郭爷，可曾见过一个身穿玄衣、容貌俊朗的男人？难道是他？到底见没见过？见过。太好了，我也终于有下落了。快把王爷的画像给他确认一下。你看仔细了，是不是他？这绝对不是他。不是，没见过。继续找吧。娇娇，我娘不同意你进门，但是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凑够银两替你赎身，绝不让其他人玷污你的清白。赎身有什么用？你明知我非你不嫁，若是不能跟你在一起，在这里和在外面有什么区别？你走吧，以后都不要来找我了。娇娇，你干嘛？不能嫁给心爱的人，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娇娇，你别这样想。7日后是我娘的生辰宴，上一次没能休了林心月，这一次我要当众捉奸，当着京中权贵的面，看娘还怎么保堂。等我休了林心月，我就求你进门，好不好？婆母，今日是你生辰，却为我盛装打扮，这不太好吧？你是我侯府世子妃，整日清汤寡水的像什么样子？这才好看。夫人到！夫人来了，夫人来了，我跟要走。夫人，夫人，
靠边。运气是真好，侯夫人，恭喜恭喜啊！多谢。这位就是世子妃，果然是仪态万方，清雅脱俗，和侯夫人不像婆媳，倒像是亲母女呢。娘，你带他来做什么？今日夫人寿宴，娇娇不请自来，为夫人贺寿。娘，这是娇娇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贺礼，不像有些人空手而来。一个青楼妓子，也不怕脏了我侯府门楣。虽然是青楼女子，青楼女子这儿是好，太过分了。世子，娇娇才情出众，与寻常青楼女子不一样。娘，我好心邀人来为你贺寿，你怎么还能瞧不起人呢？这我怎么回事？娇娇，别急，一会儿我们按计划行事。你们给我等着，等林心月被抓奸在床，我成为定远侯府世子妃，我看谁还敢瞧不起我。灌的够多了，谢谢，尝着你自己怎么不灌啊？你尝尝。跟上去看看。是。高兴日子。待会儿把这药下到酒水里，让他喝下。事情办成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啊，多谢世子爷。啊！来，这杯。这个好吃，跟这个也好吃。还来这一招？既然你贼心不死，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捉奸拿双。去叫侯爷，待会儿。娘，儿子敬您一杯，感谢您这么多年的悉心栽培。新月，你也赶紧给娘敬一杯啊！哦，好。侯母，儿媳也敬您一杯，祝您生辰快乐。新月，我也敬你一杯。这么多年冷落了你，夫君言重了。新月，我们再喝一杯，难得这么尽兴。来，再喝一杯，好事成双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再来一杯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来，再喝一杯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再来一杯啊！夫君，真的不能再喝了，真的。哎呦，是我不小心。娘，我这就扶新月去换衣服啊。等一下，曹大人一会儿就来，他是今年的武考官，你现在离开怕是不妥，让红绫送新月回房便是。好吧。慢点。敬夫人，敬夫人一杯吧。夫人，娘，怎么这么久了，新月还没回来？是啊，这换衣服的时间确实久了些，不如让人去看看。不好了！
不好了，夫人，不好了，世子妃在跟人偷情。什么？胡言乱语，成何体统？奴婢亲眼所见，不敢胡说啊！这个林新月，尚才说我诬陷他，本想与他好好过日子，弥补心中的亏欠，想不到他竟是个不知检点的贱人。闭嘴！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，怎可妄断？好，那我便亲自去看看。倘若他真的不守妇道，我当即就休了他。好啊，那就一起去看看吧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去，好做个见证。去的人越多，才越热闹。林新月，你盲目。夫人，就是这儿。这光天化日的，娘，你听，就是林新月那个贱人，敢给本世子戴绿帽子，我定饶不了他。你就如此笃定，里面的人是新月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婆母、夫君，发生何事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那里面的是谁？我也好奇，谁如此大胆，敢在我侯府白日宣淫？等等！侯爷，救救！侯爷，救救！侯爷，明夜，舅舅，你怎么会跟我爹在一起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明明一直跟着林新月，突然被人打晕，醒来的时候只觉得浑身发热，怎么会跟侯爷？明夜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装疯卖傻！你一个官妓，之前为了摆脱贱籍，勾引我儿子，被我拒绝后，居然打起了侯爷的主意。我看你真是贼心不死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我不要，明夜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是有人陷害我。娘，娇娇心里全都是我，她断不会这样做。我看是他，一定是林新月，一定是他故意设计陷害娇娇。不是我，蠢货！若真是新月做的，这丫鬟怎会一路嚷着世子妃偷人？我看分明是有人故意陷害新月不成，自食恶果。夫人饶命！奴婢先前听着，确实是世子妃的声音，许是听错了。不管你是听错还是受人指使，如今眼见为实。柳娇娇胆大包天，勾引侯爷，简直该死！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是。我不要！不行，有我在，谁也不许动娇娇。娘，今日你若要处置娇娇，便连孩儿也一起处置了吧。你还真是对她情深意重。好，那就把你们……不行！这个死丫头，勾引明艳就算了，还敢爬上侯爷的床！要不是为了我儿子，我今天饶不了你。表嫂，我看此事另有隐情，不能都怪在明艳和娇娇的身上。表哥，你说句话呀，赶紧救救咱儿子呀！哎呦，是我的错，我看娇娇喝醉了酒，一时把持不住。什么？爹，你明知道娇娇是我心爱的女人，
你怎么还能趁人之危？闭嘴！你娘要处死他，不这么说怎么能保住他性命？话虽如此，可刚才我也确实……哎呀！不想让娇娇死，就听我说。哎，夫人，虽说娇娇是官妓啊，却也是清白之身。但我得了她的身子，不如就把她收下吧。侯爷的意思是要纳柳娇娇为妾？不错啊。什么？爹要娶娇娇，那我算什么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都没名没分，你竟然要纳她为妾？难不成真的看中了她的年轻美貌？江明夜虽然护我，可有关侯爷今日之事，他难免心生嫌隙。再说侯爷正值壮年，不比江明夜差，与其给他做妾，不如嫁给侯爷，只要能进侯府，我想要的荣华富贵唾手可得。既然侯爷愿意负责，那娇娇愿意给侯爷做妾。你愿意？你愿意？我不愿意！你明知道我爱的人是你，你还要嫁与我爹为妾？难不成你还想做我姨娘？明夜，娘，昔日我要娶娇娇进门，你百般阻挠。今天我爹要纳娇娇为妾，你应该也不会愿意吧？对不对？上一世，你们父子联合起来愚弄我，将我耍得团团转。这一世，轮到你们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父子情深到底有多坚固。不，我同意侯爷纳妾。不，我同意侯爷纳妾。娘，你怎么能同意呢？难道你忘记爹当初答应过你？他说他永不纳妾。今时不同往事，我身为侯府主母，受点委屈又如何？总不能让此事传扬出去，让我侯府落人话柄吧？多谢夫人大度。爹，你这是横刀夺爱呀！放肆！为父的事轮得到你说三道四？还不快过来，给你新姨娘打招呼！新姨娘，你明夜，明夜，娇娇啊，从今日起你就住进侯府。今日我身体欠佳，很多事力不从心，照顾侯爷的事，今后就交给你了。是夫人。娇娇以后一定伺候好侯爷。早知进侯府如此简单，我先前又何必在江明夜身上浪费时间？柳娇娇，明夜，现在你已经嫁给我父亲做妾，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柳姨娘啊？她如今是侯府的世子，还是不要闹得太僵。你明知道我爱的人是你，又何必这样说？爱我？你爱我还嫁给我爹？当日的情形，我若是不答应，夫人就要打死我。你舍得我死吗？而且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你母亲不同意我嫁给你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长相厮守，不是吗？没错，就算嫁给我爹，
你也是我的。这二人果真没让我失望。红玲，夫人，你想办法弄一副假晕药，偷偷让柳娇娇服下。是。婆母，您这是？当然是给他们添把火。我就知道这两个人不老实。现在知道江明燕是什么人了吧？还爱她吗？柳娇娇都是他姨娘了，江明燕竟还跟他苟合，他怎能如此不要脸？本来就不是好东西，不值得咱们动气。就让他们父子互相戴绿帽。你那个男奴买回来也好几天了，进展如何？婆母，此事儿媳实在是……你呀，自私的事可得抓紧。今晚你们俩把这个喝了，一切自然水到渠成，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。你把它喝了。主人，这是我让你喝你就喝。好。母亲给的这是什么药？好热。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抱我去床上。好。别走，主人。夫人，库房那边已经核查完，这些年侯爷确实拿了你不少嫁妆。这女子的嫁妆是私产，公爹这也太过分了。婆母，不如我去帮你讨回来。不急，很迟早会吐出来。倒是你跟阿宁，我们，最近不知为何总犯恶心。看样子八成是有了，想不到这么顺利。红玲，你私下找个大夫给新月诊断一下。是夫人。表嫂，表妹，你这是？表嫂，自从表哥接柳娇娇入府，这都1个月了，他们2个人总是黏在一起，你不管管他们？看来他终于坐不住，来得正好。新月刚好有孕，就借他的手给这孩子一个名分。表妹，侯爷是我夫君，我都没急，你急什么？谁知道柳娇娇那狐妹子手段如此撂倒，竟然勾得侯爷对她神魂颠倒，反而冷落了我。早知如此，我才不会让她入府。再说了，柳娇娇不是你外甥女吗？你之前也一直想帮她脱离奴籍，如今她跟了侯爷，也算有个好去处，你应该为她高兴才是啊。这话虽如此，可娇娇毕竟是晚辈啊，我看到她跟表嫂争宠，实在是不像话。我都这把年纪了，
还争什么宠？只要侯爷高兴啊，宠谁都行。我呀，如今就盼着明艳和新月能早点生下孩子，承袭爵位。到时候我这个侯府主母的位置便无人能撼动。原来宋征打的是这个主意，可惜你不知道，明艳是我亲生儿子。可惜明艳还一直惦记着柳娇娇，也不知何时才能让新月怀上孩子。虽然我不喜欢林新月，但眼下为了稳固地位，也只能让她给明艳生个儿子。到时候去母留子，将她和宋征一起除掉。表嫂，这个事儿包在我身上。表妹有办法。那就多谢表妹了。蠢物，等林新月给明艳生下儿子，就是你们母女俩的死期。等新月跟江明艳圆房的事一成，留你们也无用了。明艳，娘，来，这是娘特意给你熬的补药，快把它喝了。谢谢娘。去告诉侯夫人，我这边都已经办妥了。是。现在就等着林新月怀上明艳的孩子，再去母留子。薛燕知道江明艳不肯碰你，还真下得去手了。婆母，你不会真让我和江明艳同房吧？我对她早就没有念想了。你若是怀上子嗣，孩子就必须有一个正当名分。可这也放心，只是做做样子，我可不会让江明艳这脏东西碰我。我已经给她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啊！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我来了！娇娇，我来了！世子，奴家来了。娇娇，你怎么胖了？娇娇，我快憋不住了。别急，长夜漫漫，咱们慢慢来。婆母，这你是要在这儿看戏，还是跟我回去？哎呀，我们赶紧走吧。这，哎呀，这小黄丝调教出来的，果然是有些本事啊！难怪之前我儿被你迷得神魂颠倒，连本侯也差点被你这小妖精榨干了。侯爷，你就知道打趣人家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，就是恶心。
侯爷，啊，我该不会是有了吧？有了！恭喜侯爷，贺喜侯爷，柳姨娘已有身孕。娇娇，你怀了本侯的孩子。不知道夫人会不会接受这个孩子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怕什么？他父兄早就死了，要不是仗着他手里那笔丰厚的嫁妆，哼，在这侯府哪有他说话的份？可她毕竟是侯府的当家主母。放心，有我呢。来人啊，去把我书房的金步摇拿来。侯爷，这步摇您不是答应送给薛夫人吗？让你去拿你就去拿，都送给他那么多东西了，也不差这一件，快去。是。哎呦，娇娇，如今你怀了我的子嗣，你放心，日后我不会亏待你的。等宋征死了以后，我就把你扶正。多谢侯爷。夫人，柳娇娇怀孕了。给她服了这么久假孕药，也该有反应了。侯爷现在一定高兴极了，就是不知道江明艳母子会作何感想。走吧，也该去看看咱们这位柳姨娘。侯爷对姨娘真好，这步摇一看就价值连城。这算什么？等我生下儿子，这侯府的主母之位都是我的，拿去放着吧。听闻妹妹有了身孕，恭喜啊！姐姐，我如今身子不便，侯爷让我好生歇着，就不能向姐姐行礼了。果然是个贱人，这就矫情上了。等拆穿你假孕的时候，看你怎么哭。无妨，无妨，你躺着便是。府里许久不曾有这样的好消息了，还得是妹妹年轻，身子争气呀。我怀上侯爷的孩子，他竟然如此高兴，他真有这么大度？姐姐，我怀的可是侯爷的孩子，你就不担心？担心什么？侯爷只有明艳一个儿子，我以前总担心明艳不争气，无法继承侯府。现在妹妹能为侯爷开枝散叶，我侯府便多了一份希望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红玲，我嫁妆里有一套红宝石头面，你去库房取来，我要送给妹妹。是。宋征这蠢女人，等我生下儿子，就可以跟江明艳争世子之位。夫人，不好了，你的那套红宝石头面不见了。不仅如此，你的嫁妆也丢失了许多。什么？难不成侯府进贼了？竟敢偷我的嫁妆，饶不了他！偷嫁妆，偷嫁妆！夫人，你快看！夫人，你快看，这只金步摇就是你嫁妆里丢失的那只，奴婢记得清清楚楚。果然如此。妹妹，你若喜欢这步摇，开口问我要，我自然会送你。可是你不问自取，那就是偷啊！我没有偷。姐姐，你一定是弄错了，我没有偷你的步摇，你为什么冤枉我呢？是啊，相似的簪子何其多，凭什么说我们家姨娘偷东西？而且，
物证俱在，岂能由你狡辩？这是我出嫁时特意在珍宝阁定制的簪子，总共就2件，一件被建宁公主看中买了去，另一件留下来做了我的嫁妆。这步摇上还刻着我未出嫁时的闺女。这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簪子是侯爷送给我的。侯爷？你的意思是侯爷偷我的嫁妆送给妾室？简直荒唐！嫁妆是女子的私产，我们侯爷光明磊落，岂能偷夫人的嫁妆？柳娇娇，我原本真心待你，没想到你不仅偷我的嫁妆，还污蔑侯爷，看来只能报官处置了。报官？报官？谁要报官？侯爷，你快跟姐姐说说，这簪子不是我偷的，是你送给我的呀。侯爷，我今日好心探望娇娇，想着送些首饰祝贺她怀孕，却发现我库房里的嫁妆竟出现在她屋中。她不肯承认偷窃，反而污蔑是您拿给她的。荒唐！我岂会偷拿你的嫁妆啊？可不是呢，我也是相信侯爷的。哎呀，这左右不过是件首饰，娇娇只不过是拿来玩玩而已，犯得着去报官府吗？哎，不如啊，就把这步摇啊送给娇娇，回头我到柜上去取点银子还你就是了。好你个江剑南，明明是你偷的嫁妆，居然让我背负骂名。侯爷莫不是忘了，侯府的账目都是我在打点，如今早已入不敷出，而且红绫已经清点过库房，丢失的嫁妆不止这一件。今日我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查？你要怎么查？这步摇既然在柳娇娇屋里，其他东西说不定也被她藏起来。我要搜她的房间。什么？我没有偷你的东西，凭什么让你查？你这是心虚了？我心虚什么？你要查可以，不过我现在怀着侯爷的孩子，你大动干戈的搜我的房间，要是没有搜出来东西，就必须向我道歉。好，要是搜不出来，我不仅向你道歉，还把掌家权一并交给你。掌家权？好啊，就这么说定了。红绫，你去搜。侯爷总共就送了我这1只金步摇，我看你还能搜出什么来？想不到这么轻易我就拿到了侯府的掌家权。哼！夫人，找到一条男子的汗巾。这汗巾不是侯爷的。好啊，柳娇娇，你竟然背着我偷男人！好啊，你竟然背着我偷男人！不是的，侯爷，我没有。这好像是世子的汗巾。什么？你个贱人，你还给我儿子藕断丝连！你快去把世子给我叫来！不可能，我每次都会把江明夜的东西清理干净，我怎么会留下汗巾？爹，何事找我？你这个逆子！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明夜，快告诉你爹，这是不是你的汗巾？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柳姨娘的屋子里？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若是有半点谎言，我饶不了你。
没错，是我的汉奸。你这个逆子！柳娇娇她是你姨娘啊！爹，你明知道我对她情深意重，是你横刀夺爱呀！放肆！你这个逆子！我非要打死你！逆子！我打死你！哎呀，侯爷，别打了，明艳毕竟是我们侯府世子，还是要问清楚的呀。明艳，与姨娘通奸，轻则仕途全毁，重则问罪出籍。你和柳娇娇之间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要想清楚再说。爹，这汗巾虽然是我的，可是很早以前便被我弄丢了。至于为什么在柳姨娘的房中，我也不知道。莫不是柳姨娘对我旧情难忘，私自收藏了起来？啊？什么？侯爷，世子是在污蔑我！我一心一意伺候你，怎么可能会收藏他的汗巾呢？哼，你嫁给我爹为妾之前，对我也是一心一意，可现在又如何呢？啊？好你个江明艳，出了事就拿我当挡箭牌，果然你们父子俩都是一个德行，缩头乌龟！侯爷，你一定要为妾身做主啊！世子一定是怨我嫁给了你，对我心存恨意，所以才在我的房里私藏了汗巾，想嫁祸于我。妾身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怎么能会对旁人有别的想法呢？什么？你怀了我爹的孩子？我的身子只给过侯爷一个人，自然是侯爷的。你胡说！你明明……够了！逆子，果然是我把你惯坏了。娘，救我！救不了一点儿。爹，你竟然为了柳娇娇打我！我再不对你严加管教，你连自己的身份都分不清楚。侯爷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把儿子教好。明艳，快给你父亲认个错，你和柳娇娇的事以后不许再提。爹，我错了，我还是不该冲撞你。可是这汗巾与我无关。是啊，侯爷，明艳是您亲儿子，与其逼问他，不如让柳姨娘来解释这汗巾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没错，柳娇娇，这汗巾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江明艳，看来你是铁了心想让我背锅。哼，可惜我怀了侯爷的孩子，就会如你所愿。侯爷，世子爹是怕我怀孕会动及他的世子之位，所以才用汗巾来栽赃嫁祸于我。侯爷，你一定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哎呦，快起来，别伤了腹中的孩儿。柳娇娇，你休得信口雌黄！爹，你竟然相信他的话！给我闭嘴！仗着是侯府世子，为所欲为，竟然还敢算计你姨娘！江明艳，你有什么资格做侯府的世子啊？爹，你当真要为了他剥夺我的世子之位？你可想清楚，你就我这一个儿子，唯一的儿子，
你可别忘了，娇娇现在腹中那怀的也是我的儿子。以后这世子之位是谁，那是我说了算。你真的要把世子之位给他？什么父子情？一个柳娇娇就让你们急了眼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哎，侯爷，你何必说这种话来吓唬明艳？柳姨娘肚子里的还不知是男是女呢，咱们明艳也知道错了，以后不会再犯了，是吧，明艳？是，爹，我知道错了。侯爷，那我先送明艳回房休息。对了，我那些丢失的嫁妆，就劳烦侯爷尽快帮我找回来。走。柳娇娇如今是你姨娘，又怀了身孕，你爹对她格外看重，你何必跟她作对？万一你爹一怒之下废了你的世子之位，岂不是便宜了他肚子里的孩子？没错，他一定是为了世子之位，故意陷害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娘，那汗巾是您找的吗？怎么突然想起去搜柳娇娇的房间了？世子有所不知，柳姨娘偷了夫人的嫁妆，还说是侯爷给她的。这是爹送给我娘的簪子，他居然又拿来送给柳娇娇。我不在意是谁拿了我的嫁妆，只是担心万一柳娇娇真的生下儿子，我们娘俩在侯府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没错，爹送给娘的东西尚且都能拿去送给柳娇娇，那我的世子之位也能随时被收回。我绝不能让柳娇娇把孩子生下来。明艳，接下来你就好好准备武考，只要顺利通过武考，定能让你爹对你刮目相看，也无人再能撼动你的世子之位。娘，你说的对，我会好好准备的。娘，孩儿就先回房了。去吧。红玲，瞧着吧，狗咬狗的好戏就要来了。剥夺你的世子之位，江剑南这个狗东西，我为了他隐忍这么多年，他就是这么对我的。娘，他是不是知道了我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？不会，此事只有你知我知，他绝不可能会知道。要我看，这一切都是柳娇娇搞的鬼。这个小贱人，我之前还想帮她一把，让她嫁给你。柳娇娇这个贱人，原来一直都在利用我。如今她怀了父亲的子嗣，便用汗巾设计陷害我，还跟我撇得一清二楚，还让父亲看轻我，以此来剥夺我的世子之位。既然你不仁，就休怪我不义。本来我以为，只要除掉了宋征，整个侯府的荣华富贵便都是我们母子的。如今看来，我们要把柳娇娇和江剑南给先除掉。明艳，为了你的世子之位，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！柳娇娇如此戏耍我，我定以她不共戴天。那就好。娘，这是……江剑南不是想要柳娇娇给他生个儿子吗？到时候你就把这个药给柳娇娇吃下，她不仅会流产，以后也绝无子嗣。好，到时候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抢夺世子之位。
婆母，您真是神机妙算，去柳娇娇那儿一闹，公爹就把您丢失的嫁妆全都找回来了。他是个要脸的人，自然害怕我把事情闹大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江剑南自以为给我下了毒，我时日无多，才会乖乖把东西还回来。婆母，还好您及时发现公爹投毒，否则这后果肯定不堪设想。他们想让我死，那我只能送他们先走一步。新月啊，这些嫁妆都搬到你院子里去，以后就是你的。不行不行，婆母，这些东西价值连城，都是你的嫁妆，怎么能给我呢？傻孩子，等拿到侯府爵位，何止这些，整个侯府都是你的，你就是定远侯府的当家主母。婆母，我只是您的儿媳，与您非亲非故，您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傻孩子，因为你就是我的女儿啊！站住！世子爷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夫人特地吩咐给柳姨娘准备的安胎药膳。去吧，给柳娇娇送去。世子爷，这……你不是一直想做小爷的人吗？把这件事办成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世子爷。柳娇娇，既然是宋征给你准备的汤，那你就好好享用，正好把你们义气除掉。到时候我娘就是侯府主母，而我是唯一的世子。孩子的事儿别想太多，今日花朝节，出去玩得开心一点。你要好好跟着世子妃，保护她的安全，知道吗？是，夫人。婆母，你放心，阿牛会保护好我的。这个男奴来历不明，还失了记忆，你跟他玩玩可以，但你现在已有身孕，千万别动真情。婆母，我知道了。去吧。阿牛，我们走吧。夫人，如您所料，世子果然买通了小翠，在您送的膳食里面下药。他是想借您的手除掉柳娇娇，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揭穿他。不急，你派人去通知侯爷，这场好戏可不能没有他。是。江明燕这个蠢物，还想借刀杀人，可惜啊，他是自寻死路。夫人，我刚让人去请侯爷，世子爷已命人把堕胎药送给柳姨娘。好戏终于开始了，走，咱们也去瞧瞧。侯爷，我的肚子好疼。先前还好好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宋征，我就是喝了他送来的安胎药膳，才腹痛不止。侯爷，我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孩子！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宋征，你这个毒妇，竟然残害我侯府子嗣！侯爷这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血！红绫，快去请大夫。是。宋征，你何必假惺惺？你就是嫉妒我怀了侯爷的孩子，还动摇你主母的位置，才假意给我送来什么安胎药膳，想让我趁机堕胎。你好歹毒的心，简直一派胡言！我一直盼着你能为侯府开枝散叶，怎么会毒害你？这药膳
是我特意请大夫开的安胎方子。那你给我讲清楚了，娇娇刚喝完便腹痛流血，这孩子要是不保，你这侯府主母你就别想再当了。侯爷，你竟然不信我！红玲，这药膳厨房应该还有剩的，你去拿来，让侯爷看看我到底有没有下毒。你若真想毒害我，自然只需在我喝的这一碗里下便是了。这话倒提醒我了。红玲，去把给柳姨娘送药膳的丫鬟小刺猬带过来。是夫人。侯爷，大夫什么时候来？我的肚子好痛，我们的孩子不能有事。若是这孩子有3长2短，我让你偿命！夫人，小翠来了。侯爷饶命，都是夫人吩咐我做的。宋征，果然是你！我还什么都没问，他便不打自招。侯爷，这显然是有人故意陷害我。好大胆的狗奴才，竟敢算计到主子头上！说，是何人指使你？夫人，是您让我给柳姨娘送的药膳，你不能出了事都怪在奴婢的头上。好你个嘴硬的奴才！夫人，这些东西都是从她房间里搜出来的。这些都是我攒下的。一个小小的粗使丫鬟，竟能攒下这么多金器，我竟不知我侯府何时这么富贵。你可知这玉佩值多少钱？奴婢不知，这是世子送给我的。简直满嘴谎言！侯爷，这婢子满嘴谎言，价值连城的玉佩，明艳怎会轻易给他？我看只有把这贱婢送去官府，严刑拷打，他才会说实话。侯爷，侯爷，奴婢句句属实，没有说谎啊，侯爷。若是送官，损害的是我侯府的名声。既如此，来人！你不肯说实话，那就打到你说为止。夫人，夫人饶命！奴婢都说是世子爷，世子爷要给柳姨娘下毒，让我栽赃给夫人，还说事成之后就让奴婢做他的妾室。混账东西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给我叫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竟敢对本世子不敬！这个逆子，看看你做的好事！明艳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再跟柳姨娘作对。你为何要毒害她？还勾结这个贱婢，栽赃到我头上。我可是你母亲啊！不是我。跪下！不是你，这又是什么？江明艳，你就是嫉妒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他抢走你的世子之位。侯爷，你一定要为妾身做主。我今天非打死你！狠狠的给我打！给我打断他的狗腿！是。侯爷，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就饶了明艳吧。他毕竟是你儿子，真打出问题，可怎么办啊？就算打死他，也是他活该。夫人，大夫来了。侯爷，当务之急还是先看看柳姨娘的情况吧。好，大夫，快来看看。大夫，请你救救我的孩子。
侯爷，柳姨娘只是来了癸水，并未怀孕啊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非命有孕在身。老夫从医30年，不可能搞错。姨娘先前应该是气血淤堵，导致癸水不通。近来是否服用了什么益气补血的药？大夫，您看看这个。没错，此药确实有益气补血之用。所以，这不是堕胎药，而是补药。侯爷，你根本没怀孕，你竟敢泼我！侯爷，我没有。柳娇娇既然是假孕，那明艳她岂不是？哎呀，明艳，明艳，你醒醒啊！侯爷，我没有骗你。明艳，明艳，侯爷，咱们儿子被你打晕了，都怪柳娇娇，一定是她假装怀孕，再接流产，陷害我和明艳，她想把我们母子一起赶走啊！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个贱人！你要是有什么事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！还不快扶世子回房间！大夫，赶紧看看我儿子，他可是我唯一的儿子，绝不能出事啊！怎么会这样？从你背叛明艳那天，就该想到有这样的下场。是江明月，是他算计了我。侯爷，夫人，大夫说世子腿伤严重，就算以后痊愈，也无法正常行走了。什么？我可怜的明艳呀！侯爷，都怪你偏心柳娇娇，明艳的腿废了，不能参加武考，她的仕途也彻底毁了呀！我的仕途竟然毁在我的手中啊！江建南，亲手把儿子毁掉的感觉如何？上一世你们父子害我惨死，母女不能相忍，这只是刚开始。事已至此，后悔也无用了。侯爷，我们去看看明艳吧。快去！柳娇娇这个贱人，竟害得我儿被杖责。要是明艳真站不起来，我定饶不了她。夫人，你让我找的人参拿来了。快，跟我去看看明艳。是。我的腿就这么废了。江建南、柳娇娇，你们害我至此，我绝不会放了你们！阿宁，快点！夫君，你这是？我的腿断了，你这么高兴？你的腿断了？这，滚开！主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林新月，你终日跟这个奴隶在一起，他莫不是你养的情夫？不是的，夫君，我和阿牛是清白的。支支吾吾，一定有鬼！贱人，你竟敢给我戴绿帽子！我今日必将你处死！你要处死谁啊？婆母，夫君他……娘，他跟这个奴隶不清不楚，快把他们抓了进猪笼！难怪你父亲要打你，你简直是糊涂！你以为人人都是柳娇娇吗？新月自从嫁给你，何时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？倒是你，一次次诬陷她。娘，我……你看看，这些东西都是新月给你买的，只有她把你当夫君，
真心对你好，你却好坏不分。这些东西都是买给我的。只是没想到夫君还是一如既往的厌恶我。新月，怎么了？伯母，我的肚子好疼，快叫大夫！恭喜侯爷夫人，世子妃有喜了。什么？大夫，你可要仔细诊断。咱们府上的柳姨娘先前就因为假孕，把侯爷气得不轻。对，你确定她怀孕了吗？侯爷夫人，世子妃怀孕已有月余，老夫可用性命担保，不会出错。太好了，多谢大夫。野种，一定是野种！又胡言乱语！娘，我没胡说，你自己说，我没碰过你，你是哪来的孩子？夫君，谁说你没碰过他？男子汉大丈夫，自己做过的事居然不敢认。娘，我怎么认？我都没碰过他。荒唐！那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说不定是他跟这个奴隶苟且来的野种。明夜，明夜，表妹，你来的正好。新月查出有孕，明夜这混小子竟然说是野种。她怀孕了？是啊，算算日子，正好是那一次。偏偏明艳不肯相信。表妹，还是你跟他说吧。娘，表姑，我都没碰过他，他怎么能有孩子？他既然真的打断了明月双腿，如今林心月怀孕倒是一件好事。明艳，这孩子就是你的。1个月前，你娘为了你子嗣的事情发愁，我给出了个主意，帮你和心月圆了房。这孩子也是那会儿怀上的。什么？居然真是我的种！明艳，侯爷，现在可以确定新月肚子里怀的是侯府子嗣了吧？好啊，很好。新月，你要好好休息，为我江家延续香火。是公爹。侯爷，既然新月已有身孕，这侯府的掌家权也该交给他了。啊，此事你做决定就好。是，那我先带新月去休息。表妹，就劳烦你送明艳回房吧。啊，好，表嫂。江剑南真是好狠的心，居然对你下手这么重。明艳，这是娘特意给你找的人参，能助你痊愈。都怪柳娇娇，若不是她假装怀孕，爹又怎么会护着她？没错，这个贱人，我一定饶不了她。不过好在她假孕被拆穿，如今林心月又怀了你的子嗣，这下再也没人能撼动得了你的世子之位。可是，娘，我总觉得林心月怀孕这件事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您真的给我下药，让我与她同房了？当然，这还能有假？可是宋征，他怎么这么爽快就把掌家之权交给他了？我总觉得他们2人才是右。你傻呀！宋征拿你当亲儿子，自然是在为你谋划。林心月和你是夫妻，如今她又怀了你的孩子，这掌家之权给他，不就是等于给了咱们？明艳，你以后对林心月好一点，先让她把孩子生下来，再等宋征毒发身亡，那咱们就送他们母女去地下团圆，这整个侯府不就是咱们的了？
什么？主人，让阿牛来照顾你。快放我下来！哦，阿牛，我现在有孩子了，我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。孩子，当初婆母买你回来，就是为了这个孩子。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了，你留在侯府会有危险。你还是赶紧走吧。可是阿牛想和你一起走。我是世子妃，而你只是一个奴隶，你凭什么要让我为你放弃荣华富贵？你赶紧走，永远都不要再回来！我叫你走啊！赶紧走！好。对不起，阿娘，侯府真的太危险了，我不能把婆母一个人留在这儿。林新月竟然怀了江明燕的种，那我这肚子怎么就不争气了？柳娇娇，姨母，你还敢叫我姨母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你干什么？要不是你怂恿侯爷打断了明艳的双腿，害她不能无考，她大好的前程都被你给毁了。江明燕的事怎么能算到我的头上？再说了，要不是他算计我，侯爷能惩罚他吗？还敢狡辩！要不是你勾引了侯爷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个小贱蹄子，我今天非好好教训你不可！我可是侯府的姨娘，你要教训我，侯爷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如今怀着身孕，一定要多休息。府中的事情忙不过来，就让红菱给你搭把手。我知道了。阿牛呢？我让他回去了，怕连累他。走了也好，留在侯府，万一哪天暴露了，对你和他都不好。有好戏看，跟我来。什么狗屁姨娘！贾玉欺骗了侯爷，侯爷还能继续宠你吗？我失宠只是一时的，我年轻貌美。再说了，江明燕已经不行了，等我怀上侯爷的孩子，我就是侯府的女主人。你还敢拒明艳？我非要抓坏你的脸不可！我告诉你，新月已经怀了明夜的孩子，你还想做侯夫人，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！你竟然敢刮花我的脸，你老不死的，老娘跟你拼了！你看看，想不到他们也有今天。继续打呀，扯他头发，揉他脸，使劲啊！婆母，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呀？侯爷，是他先动手的，他还刮花了妾身的脸。还是表哥，都怪他，把明艳害得那么惨，我只是一时气不过。哎呀，那也轮不到你动手啊！你看这脸，被你抓成这样了都。侯爷，你要为妾身做主啊！好你个江剑南，难道真是嫌我年老色衰，爱上了这个小贱人了？江剑南，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天不好好处置柳娇娇，替明艳争一口气，就把你和明艳的关系昭告天下。你敢！侯爷，薛姨母一直赖在侯府不走，我看你还是趁早把她赶出侯府吧。闭嘴！表妹是我侯府的贵客，你有什么资格让她走？明艳的事我还没惩处你呢，还敢在这儿放肆！来人，把柳姨娘带去祠堂，不跪坐12时辰，不许出门。侯爷，侯爷，侯爷！看来在江剑南心里，还是江明艳这个儿子更重要。
只可惜江明艳不是他亲生的，等他知道真相，表情一定很精彩。啊！柳娇娇是个睚眦必报的人，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几日我得让红菱好好的盯紧她。轻点儿。是。姨娘，您这腿怕是好几日不能走动了。都是因为林心月怀了孕，轩辕才那么嚣张。不行，若是红叶死了，侯府落到了轩辕和江明艳的手中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既然如此，林心月的孩子就不能留。你替我办件事儿。夫人，柳娇娇那边有动静了。柳娇娇果然恶毒，竟敢在侯府纵祸行凶，那就看你能不能承担这后果。娘，这么晚了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看看新月在做什么？婆母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新月，你现在怀有身孕，要多休息，不可太过操劳。可我还有那么多账还没记呢。让明艳帮你记不就行了？我？不是你还有谁？侯府现在由新月掌家，你们夫妻一体，你帮他分担也是应该的。再说，你瘸了腿，仕途无望，以后就好好经营侯府吧。娘，快点儿！我先带新月回去休息。新月，我们走。不是这。我哪看得懂这些呀？着火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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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水了！走水了！怎么样，事情办成了吗？成了，奴婢特意锁死了门，他绝对跑不出来。太好了，林心月一死，一尸两命。我看轩辕和江明艳还有什么好嚣张的？救出来了，快去请大夫！救出来了，快扶我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新月，你怀着身孕呢，慢点啊，别急啊。林心月，她怎么在这儿？那我烧的是谁？江明艳，侯爷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明艳，娘在这儿呢。大夫，我儿情况如何？夫人，世子暂时没有性命之忧。那就好。不过，世子从火场中逃脱时，掉落的横梁偏巧砸中了这双腿，日后不仅行动不便，这子嗣也断了呀。什么？世子他绝嗣了？绝嗣！绝嗣！明艳，堂堂侯府世子，竟然再也无法生育。新月，还好你怀了明艳的孩子，为咱们侯府留下一丝香火。婆母，是我不好，
今日本该是我在书房记账，是我不该让夫君留下来陪我，自己去休息的。别瞎想。侯爷，新月的话倒是提醒我了。这府中上下都知道我把掌家全交给新月，他日日在书房处理事务。今日若不是我喊他早些回去休息，那被困火海的就是新月了。这么大的火，要是我被困住，肯定逃不出来。那我和孩子岂不是？没错。侯爷，书房无故起火，我看是冲着新月和他腹中孩子来的。只是可怜了咱们明艳，替新月母子挡灾，还绝嗣了。岂有此理！在侯府纵火杀人，让我找到他是谁，我饶不了他。对，你要为明艳报仇，把他碎尸万段。快走！柳姨娘，府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急着回去啊？我被侯爷罚跪祠堂，这腿还疼着呢。既然世子性命无虞，我自然是想早些回去休息。明艳都这样，你还睡得着？我之前好像就看到柳姨娘的丫鬟在书房外鬼鬼祟祟。柳娇娇，这火不会是你放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给我拿下他们！柳娇娇，我问你，今夜这火是不是你放的？侯爷，冤枉呀！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在侯府纵火呀。侯爷，他不承认没关系，我有办法找出纵火之人。你有什么办法？从起火到现在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火势如此凶猛，必然需要火油辅助。而这么短的时间，纵火之人来不及处理，手上必然还沾着火油。且知一派胡言！你看看我这手上哪有火油的痕迹？夫人分明是在诬陷我。这种阿杂事，你怎么会脏自己的手？自己看，这是什么？是火油，他手上真的有火油。果然是柳姨娘放的火。柳娇娇，真的是你？不是我，此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毫不知情。一定是这个贱婢自作主张，对，她是被人收买，然后诬陷我的。姨娘，明明是你让我放的火，烧死世子妃和她腹中的孩子，我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做事的呀。我看，休想培养我，你这个贱婢！柳娇娇，你个贱人！你一次次的害明艳，我当初我就不该放过你。侯爷，柳娇娇心如毒蝎，害得明艳断腿绝嗣，以后侯府子嗣凋零，请您务必严惩，千万不能再姑息。贱人，你居然蛇蝎心肠，我饶不了你！来人，把柳娇娇还有这贱婢给我拿下去，乱棍打死！侯爷饶命啊！侯爷饶命啊！我不想死！嘿，活该！侯爷，赶紧送明艳回房诊治吧。新月，你也早点回去歇着，以后这整个侯府的希望就在你这肚子里了。没错，这是我侯府唯一的子嗣，千万不能出事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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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侯爷，我错了，我不想死，侯爷。终于知错了，那你知道自己错哪儿了吗？错着，你错就错在不该碰我女儿，想害她，那就只能你先死。你女儿，那心月，难道你已经……没错，我早就知道你们合起伙来算计我们母子，否则我怎么会离间你，让你们狗咬狗呢？难怪我之前放火烧到神灵心月，
全面成家明业，难道我这件怀孕也是？不错，是我。宋征，你个贱人！我要告诉侯爷，我要告诉明夜。可惜呀，你没机会。我死了，你又能活多久？还不知道吧？你已经中毒了。那你就在阴间等着，看是我先死，还是江剑南和江明艳先下地狱。你。用草席裹起来，扔到乱葬岗。是。心月，这一世，娘会好好的保护你。接下来，该收拾那对父子。夫人已经找到当年为你接生的稳婆了，但她不敢承认换子一事。我们要不要？屈打成招没用，他很清楚，这件事一旦承认，就是死路一条。反倒是咬死了不松口，还能有一线生机。那我们就拿他没有办法了。不，他不肯做人证，那就拿他做引蛇出洞，再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偷走我女儿18年的人生。江明艳，你们该还我。明艳，明艳，柳娇娇已被乱棍打死，这个贱人竟然把你害成这样，她简直是死有余辜。我现在这副模样，真的是柳娇娇害的吗？明艳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柳娇娇已经死了，你不会还是心疼她吧？近几日，我想了很多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当初爹要纳柳娇娇为妾时，宋征爽快的就答应了。可打那以后，父亲便冷落了我们母子，我更是处处倒霉。虽说这场火是柳娇娇放的，却是宋征让我去的书房。儿子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这背后都是宋征在搞鬼？那楚国被我们骗了10多年，还能有这个脑子？若是他一直装傻呢？那我总觉得宋征发现了些什么。薛夫人，有个叫王大娘的求见。她怎么找上门了？娘，王大娘是谁？就是当年给宋征接生的稳婆。哎呦，薛夫人，好久不见呐！这位是令公子吧？瞧我这记性，应该称呼世子才对。王大娘，我记得我当初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不许你再踏足侯府，你怎么还敢来？哎呀，夫人啊，都怪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非要去赌钱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只能来求助夫人。不多，就5000两，想必夫人能拿得出来。5000两，好大的口气！你是什么东西？薛公子，我是念在我和你母亲往日的情分，才来找你们要钱的，否则我直接找侯夫人去。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前一阵子侯夫人可是来找过我，打听你们的事儿。哼，我下来守信啊，自然什么也没说。不过这5000两银子如果拿不到，回头侯夫人再来找我问起，那就不一定了。好，这钱我给你。拿了钱，务必记住，管好你的嘴巴，给我走得远远的。一定，一定。哎呦，
娘，你就这么把钱给他了，也不是办法呀。放心，这钱他有命拿，没命花。明艳，你说的没错，既然宋征已经找上了王大娘，那说明他一定发现了些什么，我们绝不能再留他了。夫人，王大娘已经被救下，我也让人将她安置在静安寺。夫人，你是如何料到薛燕会派人去杀她的？那对母子心狠手辣，王大娘再次上门要钱，正好给了他们一个斩草除根的机会。接下来他们要除的就该是娘。明艳，你身子还未痊愈，怎么不在屋里好好歇着？表嫂，明艳她说这几天总是心神不宁，彻夜难眠，再加上她这段时间灾厄不断，也不知是不是冲撞了些什么。我听说，如果至亲之人去庙里给她求一道平安符，或许能化解。表妹说的极有道理。我虽然身子不适，但为了明艳的安康，也愿意去给她求这道平安符。听说静安寺极为灵验，我就去那儿吧，正好去见一见王大娘。那真是太好了。儿子谢谢母亲。婆母，婆母，你要去静安寺，儿媳想陪你一起去。也好，就当为你腹中的孩子祈福。咱们走吧。红玲，你就不必跟了，你去。是，夫人。走。都安排好了吗？去吧。是。宋征，你的死期到。一会儿在佛祖面前多替你和孩子请几道平安符。谢谢婆母。小心！总算来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那个是定远侯府宋征。老大，肯定是年纪大的这个。杀了他！婆母小心！新月，保护好你自己。婆母，婆母，你不是病入膏肓了吗？怎么会？薛燕难道没告诉你，我祖上3代英烈，我乃将门之后？婆母，你好厉害！没吓着你吧？薛燕这是瞧不起我吗？就只派了你们3个废物。婆母，你看，原来这才是他的杀招。原来这才是他的杀招。婆母，这怎么办？别急，一会儿我养护你。你找机会先走。不行，婆母，我怎么能留你一个人呢？听话。不行。看来是我低估了薛燕的杀心，今日或许命丧于此。可我还没有跟心月母女相认。心月，其实我是你的摄政王的。摄政王。阿牛，阿牛是摄政王。这1个月之前，王爷被歹人行刺，重伤失忆，流落侯府。我等不遗余力，终于将王爷找回，经神医诊治，恢复记忆。他竟然真的是摄政王！嬷嬷，这怎么办？我之前一直把摄政王当奴隶驱使，我还和他……别怕，做主买他的是我，也是我给你们下药园的方。
婆母，王爷，之前的事与新月无关，全是臣父一手安排。新月不敢违背我这个婆母，是杀是剐，臣父任凭处置。这么说，你是被迫的？不是的，我是自愿的，不关婆母的事。王爷，你要罚就罚我吧。哎，新月，侯夫人，我想二位是误会了，本王是来救你们的。是啊，侯夫人、林姑娘，王爷听到你们遇险，便带着我们马不停蹄地赶来，都急得快旧疾复发了。难道摄政王对新月？侯夫人，本王重伤失忆，不幸落入人牙子手中，幸得夫人搭救，此等大恩，本王铭记于心。王爷言重了。至于新月，实不相瞒，本王患有隐疾，多年来从不曾亲近女色，但偏偏对新月绝嗣。可是我这……没错，林姑娘，多亏了你，治好了王爷的绝嗣之症啊！婆母，这想来是你与王爷有缘。侯夫人说的对，新月，我想娶你做王妃，一同照顾你和孩子，不知道你是否愿意？可我现在还是世子妃，这定远侯府的事我已知晓。侯夫人，本王可以出手，替你扫清这帮宵小。多谢王爷，不过臣父已有办法解决他们，王爷只需搭把手。好。没想到随手买来的奴隶，竟然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江明彦，死期到了。今日邀请各位族老前来商议我定远侯府传宗立嗣一事，想必各位也有所耳闻。他怎么突然提起立嗣一事？我儿明彦突遭横祸，致使无法生育，好在上天垂怜，儿媳留下一丝香火。我决定将爵位传给新月腹中子嗣。夫人和世子妃怎么还没来？表哥，表嫂一早和新月去寺庙给明艳求平安符去了。此刻宋征的尸体怕是已经凉透。这立嗣是要紧事，这种时候请平安符。娘是心疼我，不像爹，眼里只有爵位传承。明艳说的没错，江剑南，你何曾在乎过我们母子？明艳成了废人，在你眼中便什么都不是了。哎呀，这照理说，表嫂应当早就回来了呀。公爹，夫君。新月，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婆母呢？我和婆母去寺庙祈福，路上遇到歹徒，婆母和我走散了。公爹，你快派人去救救婆母吧。看来我们的人已经得手了。现在派人去，娘恐怕已经死在歹徒手里了吧？不可能，婆母吉日自有天相，夫君怎么能说娘已经死了呢？既是歹徒，那必是穷凶极恶之人。明艳这么说也没有错呀。表哥，不如就派2个人去给表嫂收尸吧。新月既然安然回来，那便是天意。咱们就先把立嗣之事定下来吧。没了宋征，只要给我传给明艳的孩子，江剑南就没用了，只剩一个林新月，不足为无。到时候整个侯府就是我和明艳的。没错，反正宋征这个女人早就该死了，当务之急是侯府的爵位。你带2个人去，务必把夫人的尸首找回来。不用找了，回来了。不用找了，我回来了。婆母，
娘，你没死啊？素贞，你神是鬼啊！夫人，看到我没死，你们怎么吓成这样？夫人，你安然无恙，回来就好。我正与族老们商议，将爵位传给新月腹中的孩子呢。爵位自然是要传给新月的孩子，但是在这之前，要先惩治这个买凶弑母的不孝子。买凶弑母？侯夫人说的是世子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娘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夫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劳烦王爷把人带进来。元嫂，你怕不是糊涂了吧？这个人不是新月身边那个奴隶阿牛吗？大胆牛妇，竟敢对摄政王无礼！他真的是摄政王？姐夫有眼无珠，请王爷恕罪。侯夫人，人已经带到了，任凭夫人处置。多谢王爷。侯爷，我遭遇歹徒的事，新月已经跟您说过了。多亏摄政王及时相救，帮我抓住了歹徒，而且他已经承认失手江明燕之事。娘，怎么会是我呢？我也想知道为何是你。我苦心养育你20几年，专门去寺庙替你请平安符，你却买凶害我性命。我是你母亲啊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不是的，娘，你这是诬陷！你还想狡辩？你说，是谁指使你刺杀我？是世子爷。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你还敢说我诬陷你？把人带下去。是。夫君，谋杀婆母大逆不道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你给我闭嘴！爹，你相信我，不是我做的。明艳对宋征一直怀有杀心，要真是他做的，也说得过去。只是侯爷，养出这样的儿子，是我侯府不幸。这个儿子我管不了，把他送去官府吧。官？可是事已至此，你还要顾及血肉亲情吗？他这次敢杀我，下次杀的说不定就是你。你胡说什么？他可是我儿子。侯爷，侯府的事本王不便过问，但是世子买凶弑母已经触犯了我朝律法，侯爷还是秉公处置为好。王爷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把这个不孝子……不是世子做的，我的儿子却不能背上弑母的罪名，买凶杀人的人是我。宋征，我住在侯府，寄人篱下，看着你高高在上，受人拥戴的样子，我无时无刻不盼着你去死。这一次我就是骗了你，让你去寺庙给明艳祈福，就是为了派出杀手，让你永远都回不了侯府。表妹，连歹徒都已经承认是受世子指使，你这又是做什么？就是我是为了不暴露自己，所以才骗了杀手，说是世子爷指使的。杀人时怕败露，现在又抢着认罪，这不合理吧？不过我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们俩是一伙的。夫人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侯爷，我没有胡说，江明燕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儿子，而是薛燕的私生子。红玲，进来吧。王大娘，你怎么还没死？哼，你想杀人灭口，可惜老婆子命大，死不了。侯爷，这是当年替我接生的稳婆王大娘，不知侯爷是否还有印象？好像有一点。
王大娘已经承认，当年我生的是个女儿，是薛燕买通王大娘，用她的儿子江明彦换走了我的女儿。侯爷夫人，老婆子当年一时糊涂，犯下大错，还请侯爷夫人饶命啊！夫人说了，只要你肯过来作证，便饶你一命。去吧。看来王大娘并没有共处啊，这老东西还是知道分寸。岂有此理！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偷换子嗣！江明彦就是个冒牌货，而我真正的女儿是新月。江明彦就是个冒牌货，而我真正的女儿是新月。我？没错，新月，你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我之前一直不敢跟你相认，是怕这对母子会伤害你。你也说的没错，宋真固然都知道。可恶，他竟然一直在耍我们！你胡说八道！你以为随便找这样一个人过来，就可以抹黑明彦世子爷的身份吗？是啊，娘，我是你的亲儿子，你不能不认我呀！爹，娘肯定是疯了，一定是他买通这个王娘子，一起来诬陷我的。爹，你快找个大夫给他关起来治一治啊！看样子你们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。侯爷，事到如今，我看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滴血验亲。侯爷，你先来吧。江明彦虽然是我亲生儿子，可他已是废人。薛燕这个蠢货，满脑子只有他儿子，他们母子对我已经无用了。事到如今，不如扶持新月和他肚子里的孩子。新月，你先来。容了，谢容了。她才是侯爷的女儿啊！侯爷，新月是你的女儿，大家都看到了吗？新月才是侯府千金，而这对母子是小偷，是冒牌货。不是，明彦才是表哥的儿子，他是侯府世子。侯爷，这对母子换走我们的女儿，害得我们18年不能团圆，到现在还不承认，请您一定要严惩他们。好，来人！江雪南，你真的如此无情吗？就算林希月是你的女儿，明彦就不是你的儿子了吗？18年的父子情深，你都不要了？是啊，爹，我是你儿子，你要抛弃我吗？薛燕，你的意思是江明彦也是侯爷的儿子？当然。好啊，那你敢不敢让他和侯爷滴血验亲？不行，不能滴血验亲。好啊，那你敢不敢让他和侯爷滴血认亲？不行，不能滴血验亲。什么滴血验亲？都是一些旁门左道的门路。明彦是我给表哥生的儿子，他的父亲是谁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什么？江明彦是他和侯爷的儿子？这么说，他和侯爷岂不是早就……当然，我和表哥情投意合多年，我的身子早就已经给了他。表哥，你的后腰上有一块黑痣，只要我一挠，
你就受不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夫君后腰确实有一块黑痣，最怕挠痒。夫君，你不会真的跟他？哎，没错，我跟表妹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。我实在不忍心看她这么年轻就守寡，我这才跟她一起有了明艳。我一直当你们是表兄妹情谊，还好心收留薛燕住在府中，你们竟然这样对我！婆母，夫人，我是怕你担心，才没有把此事公开。但我的确不知道他会如此大胆，偷偷的用明艳换走我们的女儿啊！你自然不知，因为江明艳根本就不是你儿子。宋征，表哥都说了明艳是他儿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爹娘都认下我了，你凭什么质疑我的身份？爹，当初柳娇娇假孕、纵火都是宋征暗中设计的，你不能相信他的话呀！你说什么？宋征，明艳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侯爷，一个野种的话你也信？宋征，你还敢说明艳是野种？你简直没有把表哥放在眼里！婆母小心！王爷，宋征他一再的抹黑我儿的身份，你为何如此偏袒他？本王看侯夫人倒是亲切的很，像极了我未来的岳母大人。侯爷，薛燕是爬过你的床，可你怎知他就没爬过别人的？宋征，我出身自书香世家，一直都学习的是三从四德。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，家中却是武夫，不懂规矩，不知礼义廉耻？我宋家满门忠烈，容不得你智慧。你勾引我夫君，换走我女儿，这就是你的三从四德、礼义廉耻。夫人，表妹是做了些糊涂事，我看就不要深究此事，就饶了他们母子一命，赶他们出侯家就是了。侯爷还真是大度，替别人养了18年的儿子，还能如此豁达。宋征，侯爷不如先看看他是谁。木兰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燕妹，不是你派人送信让我即刻赶来的吗？我何时给你写过信啊？这是宋征，又是你！你和他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侯爷，他们俩才是真正的夫妻，不对，应该说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。你说对吧，孟淑安？孟淑安，他就是你死去多年的亡夫吗？表哥，你们看，江明艳和那个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这绝对是亲生的。江明艳果然是野种，想不到侯人跟人私通，反被戴了绿帽。够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侯爷，当年薛燕嫁进江州孟家，无人见过她这夫君，更不知她在外面欠下巨额赌债，孟家无力偿还，她便假死躲债。而薛燕则怀着她跟她丈夫的孩子，谎称是侯爷你的，住进侯府，就是为了鸠占鹊巢，谋夺我们的家产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这个贱人，还有你，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竟然合起伙来骗我！江剑南，你终于尝到被人欺骗的滋味了。你告诉我，贱人，你告诉我，他是谁的儿子？是我儿子还是他儿子？表哥，爹，你干嘛？你快放了娘！给我滚！明艳，儿子，儿子，明艳，儿子，你没事吧？真是撒种，果然是奸夫淫妇！这两个贱人，来人啊！这两个贱人，
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侯爷，远哥，你看在我伺候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就饶了我们吧。饶了你！侯爷饶命啊！贱人，你们这堆贱人！侯爷，你们这两个贱人，我杀了你们！这两个贱人，三两为快！江剑南，你果然够狠。你杀了我爹娘，我要你偿命！这才是真正的狗咬狗，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大胆江明艳，竟敢行刺侯爷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侯爷，你醒醒啊，侯爷！侯爷他死了！死了！婆母，这个江明艳冒充侯府世子，当众刺杀定远侯，胆大包天，罪不可恕，即刻押入天牢，以罪论处。放开我！宋征，我爹娘死了，你还活着，为什么不是你死？因为你们又蠢又坏，自作孽不可活！不，带走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侯爷死了，侯府的爵位怎么办啊？林新月怀着江明艳的孩子，难道要传给他？绝对不行！江明艳是个野种，他还杀了侯爷，绝不能让他血脉污了我们江家的爵位。侯夫人，你看此事。江剑南背弃与侯夫人夫妻恩情，与薛燕私通，养虎为患，招致杀身之祸。江明艳有愧于侯夫人养育之恩，胆大包天，狼子野心，天理难容。这定远侯府还有何颜面存在于这世间？我将即刻禀报圣上，收回定远侯爵位，改侯府为宋府，从此与江家再无关系。这怎么行？算了，是他们咎由自取。侯夫人，哦不，宋夫人，您意下如何？如此甚好，多谢王爷。宋夫人不必相送，我会尽快向圣上请旨的。此事倒不急，王爷之前说我像你的未来岳母，不知打算何时迎娶我家新月啊？我自是迫不及待，只看新月姑娘何时愿嫁了。哎呀，我都这时候了，还扭捏什么？自己的幸福啊，要自己握住了。婆母，娘，哎，